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赶紧带大家关心现主时上新的现场画面。鸿凯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到底伫当时会宣布要参选总统？我17号上尾期间已经无到48点钟。外口传讲郭台铭的副手找无人，台北市市长郭文德安怎看这件代志？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访问。这个跟那一个中国的问题了，其实是这样分层面来讲嘛。一个文化的中国，这比较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华人文化圈。其实我常常讲的 Chinese Culture Circle 这个字我常常用的，所以在讲华人世界或儒家文化圈或中华文化圈，这个比较没有问题。所以在讲到文化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讲那种 Chinese。可是如果在偏到政治层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用台湾历史的。所以这跟那个我以前在解释一个中国的层面一样，你是讲文化的中国，还是经济上的中国，还是政治上的中国？文化的中国这可以接受嘛？经济上这个大家可以谈嘛？哈，至于在政治上的中国，那现阶段就是还不是，就是不可能嘛。是啊，台湾民众网的官网昨天晚上上线，但是凌晨的时候就发生宕机的事情。是这样的哦，这个议员有交代一下哦，这个党的问题就由党的发言人去回答了哦。不过是这样的，这很简单，这就是骇客侵入宕机了，就这么简单的。但上有很多没有申请入党的人，甚至有内政部的官员都说收到那个入党的简讯的一个。那这个就是骇客嘛，他骇客进去侵入，然后做什么？就是用那个网站在发简讯嘛。这个就表示说，我这个的确开张第一天就被骇客干掉了，对不对？阴谋性的针对吗？那这个没办法啊，不过是这样的哦，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期待每个人都善意嘛，所以还是要有能力抵抗。不过这样的，这个有关党的这种事件的发言呢，哈，这个还是请党的发言人去说明就可以。但是涉及个资的话，会想要报警吗？因为你们现在就是被骇客入侵，但是这些又是涉及个资的事情，这样子的话又要报警。那当然要报警处理啊。所以今天就会去报警吗？应该会吧，不过我想他们我的态度啦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那区域人选名单跟不分区的名单今天开始公布吗？我是有跟人讲啦，第一点哦，还是要走。他们好像还没拿去法院登记嘛，这样哈。其实老实讲，我们到现在为止，党还没正式成立的。不过这样的，我们会尽快处理的，而且会分批的，就是说确定了就先公布了，让人家也可以选举上比较方便，因为只剩下4个月嘛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，不会说什么一批一起公布了，就大概就分批处理了。市长明天就17号了，有收到郭台铭那边什么时候会宣布参选？没有啊。现在有传出第3个剧本是他会选，但是不一定会选完。你觉得这种说法？听不懂是什么？就是他选，但是不会选到最后。他只是为了要气走国民党不公的初选，他并没有真的要参选。这我没办法替他回答，这个再讲吧。还是你觉得他在等新民党的那个门票，他有可能吗？我不晓得，那你要问他，怎么是问我？那他传出声明都拟好了，那你有看过这个声明吗？我没看过。像现在因为就是好像因为你没有要选的话，然后地方上面也觉得就是说郭台铭一直都没有宣布，让大家就无所适从，要帮也不知道该怎么帮，也担心没有母鸡来带。对啊，这都有可能啊。那你觉得郭台？那你觉得这样的现象，就是这1-2天是不是可以赶快解决？反正再怎么拖就拖到明天下午5点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郭台铭在等什么？我怎么晓得？你要问他。碧如姐加入郭办了吗？没有，他说吧，他如果要选，我们才去；他不选，那就不用了，好吗？目前卡的症结点是因为副手一直难产。这我不知道，详情细节我不晓得。你有跟他聊过郭网配的？最近没有。是啊，那如果现在就是郭台铭这个因素这么不确定的话，那你要怎么来拉抬你的候选人？会比较辛苦一点嘛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有想说要怎么帮自己？他通常是这样的，前提确定以后再想下一步嘛。那因为你之前说，如果他不选的话，你可能会考虑。那如果他现在明天没有登记，问题是他最后1秒再说不选，我们要怎么准备？那17号就是 deadline 了，对啊，会影响你紧急的加入吗？这个太仓促了，这个是。是啊，可是你们要结盟，然后他都没有告知你说他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嘛？这样要怎么结盟啊？对啊 ，This is a good question。听说他副手人选找好了，有听说是谁吗？我不晓得。最后2个，柯家军什么时候要出动帮忙联署？那他有确定要选，我们就会帮忙嘛。那现在地方上要怎么帮忙来联署的事情？去中南部拜访的时候，是不是也都会请中南部来帮忙？
如果他确定要选的话，其实时间也是蛮匆促的，因为因为是一般来讲哦，联署大概要2000个联署点的哦，那每个联署点就要负责人嘛，就类似站长你知道哦，那这站长还要调集，还要训练，这也不是，这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的。所以一般如果真的要联署人，早就开始了。像这种说要，即使说要，我们都还要赶快，还要2000个点的站长要确认，然后要调集训练。时间表面上看起来有40几天，其实真正可以联署的时间不多。他如果宣布参选的话，你会不会比如说录个什么祝贺的话，还是给他？以前有讲过台湾重开机啊，这是我帮他想的口号。他如果要参选的话，你就会送上这一句话给他。没有啦，没有，不是啊，这是口号，送一个祝贺词那简单的，这个通常是幕僚的事，不是我的事，好吧？你觉得他今天可能会宣布参选吗？我不晓得啊，你要去问那个蔡欣宇啊，怎么会问我呢？那就你评估，你觉得他到底会不会选？我不晓得，这个每次讲说猜测没有意义嘛，因为有发生就是1，没有发生就0了，所以对群体这个统计有意义，对个人统计没有意义。好，像那个议员，last one 明天没有去登记，或者你会考虑吗？如果哇，我跟你讲，天哪，这个是要一天的话，我怎么处理，我都还没想好嘞。会是选上吗？我想想看。